道路向，如何醖釀叫世間可聽我分享？平凡像我這種女孩，聲音未夠鏗鏘，從心裏唱就如日輕聲，浪漫到可一起閃亮。隨色可帶動脈搏，肢體語言，人何係用愛滋養？不可一個獨承受，漆黑孤單的爭鬥，讓我獨個心魂上來煎烤。我在發夢，你在發夢，置身宇宙，這維度裏追求，同編出星宿來向你平凡像熱月光去拖走，像多星球，星子會伴我在旁，曾心追夢手牽手，晚空重遇數位明亮的隊友。講不出再沒難受，我們可輕輕緊靠，離世上有些甜蜜在背後。我在發夢，你在發夢，置身宇宙，這維度裏追求，同編出星宿來向你平凡像熱月光去拖走，更多星球，星子會伴我在旁，齊心追夢手牽手，明亮的隊友。找得到路向，如何醖釀叫世間可聽我分享？凡塵俗世多少女孩，同時代在叫嚷。我沒發夢，你沒發夢，置身宇宙，去維護這地球，同衝出虛構來向你平凡像熱月光去拖走，更多星球，星子會伴我在旁，齊心追夢手牽手，那風緣在八方，能從地界，再可團聚更多沉默的隊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係女童。好開心今日可以嚟到西沙高翻呢一度，見到大家，俾啲聲嚟聽下先。停啊你哋！再俾啲聲嚟聽下得唔得啊？下面嘅朋友，愛情之城，哇好大啊呢度！啱啱咧我哋就帶咗7個女聲團啦，咁我哋第二首歌咧其實係我哋 LT 一首好耐都冇唱過嘅 cover 嚟嘅。我想同大家講一聲，只要找對地方，你哋都可以係你哋嘅主角。做什麼都不被看好，自問自責不算高，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，人想去做，那個可以給我什麼法寶？一朝得志，誰知道？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但求，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我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吞吐。
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？平凡人那麼多，多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還是我暗裡卻拼命相信，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。誰人都可發光，若我熱情依然未乾。前輩要討好我是怎麼看？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。重拾自信，讓我做我的主角。最後一首歌啦，咁咧我記得我哋之前咧都喺隔離個場館度用呢首歌嚟做一個結尾嘅。咁今日又再用呢首歌做一個結尾咯。係啦，咁呢首歌對我嚟講都好有意義嘅，送俾大家，數到10。到的瞬間，擂台上面離開，打輸了上活實演成。但去到絕境，腎上腺素讓身體急甦醒，信念堅定，生老難事事練成，然而敗北仍可給口氣，就原地再拼。因此當你跌低，記得說我告別要輸心境，坐定等效鐘俾你保證。一齊唱啦！撐多遠，多不死心就撐得多遠，沿途離開擔數極度，既然難免，你尚有權實。
龍剛見氣喘，才知氣未斷。不知所信真修正地點，捱着但淨捱過，你更難過選。能撐多遠，都不死心怎撐得多遠？沿途被壞蛋所擊倒，仍然難免。你尚有權反抗逆轉，若然未數到10，仍能被你1秒扭轉。那燎原火勢時來自一閃，暫時是一點，再連成一線，完成夢裏動人場面。跌倒的瞬間，在台上面離開，打輸了常如10秒靜。但每個絕境，是讓你我突顯出多艱苦，常有激情，人應該好勝。各位觀眾，Lolly Talk，歡迎晒咁多位靚女，歡迎你哋。好，咁啊，今日邀請咗你哋嚟到我哋西沙高 Park 呢一度啦。頭先喺唱歌裏面都有講到啦，之前呢就有喺室內嘅場館嗰度咧同大家見過面嘅。而今日據我所知啦，應該係第一次喺呢一個戶外空間為大家表演同埋唱歌啦。所以我都想問下你哋，覺得我哋西沙高 Park 呢一度點樣呢？係，我有嘢分享，因為咧，我咧就唔係第一次嚟呢度嘅。我咧就係因為我有同我媽咪、爹哋同埋帶埋我隻狗狗鬥波，就嚟過呢度。因為呢度有一個寵物公園咁樣啦，同埋都開咗好多食肆。咁所以咧，有時得閒禮拜6日啊，就會過嚟呢度即係超下。哇！可能會撞到 Tanya 喎喺度。係喎，真係會喎，真係會喎。呢度撞 Tanya 可以，大家帶啲狗狗一齊玩。哦，同埋呢度其實對我哋都有個好特別嘅意思，因為我哋上年咧就喺後面嘅場館啦，就舉行咗我哋籌備咗半年嘅拳賽比賽啦。咁我記得其實我有啲面孔見到係有人係嚟過嘅上年，可唔可以舉一舉手？你哋係咪有嚟過？直情拉佢嚟聽啦！好叻啊！咁好開心，今日都可以見到大家，同埋有啲新嘅面孔啦。咁我咧就希望下次我嚟咧，我就會喺呢個咁 Q 嘅草地上面，我要嘆住杯咖啡，享受下陽光。感受下另一樣啦，因為西沙高 Park 呢一度當然有好多嘅運動體驗可以帶俾大家啦，而嚟嘆下咖啡啊，享受下咁好嘅天氣咧，都係一個相當之好嘅選擇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講咗好多關於我哋西沙高 Park 啦，不如又講翻一啲關於 Lolly Talk 啦。2025年啊，會有啲咩新目標啊、新嘅動向？趁住今日可以同各位 fans、各位傳媒朋友分享下咧。今年咧就希望大家 Lolly Talk 都希望 Lolly Talk 同埋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哋即係嚟嘅，即係因為想 train 一個更加 fit 嘅身體啊，即係 for 我哋嚟緊咧，如果可以去到更大嘅舞台咧，就需要有更多嘅體力。大家話係咪先？如果我哋去更大嘅舞台，大家會支持我哋先？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又有上咗啲 PE training 咁樣啦，咁啊好似翻學咁樣啊！你知翻學嘅時候日睇得出啦，每個禮拜都要 train 㗎嘛。係而家我哋就係好似翻學咁樣要做下啲 PE 嘅 training 咁樣咯。OK， 所以啊多啲做運動係咪？係。除咗係一啲好遠嘅目標之外咧，我覺得最緊要係活在當下，所以咧我已經決定咗我短期嘅目標係要帶一家人嚟西沙高 Park 過一個冇煩惱嘅假期。大家好唔好？好！所以咧嚟緊大家可能有唔同嘅機會嚇，未必因為我哋舞台上有表演，但係都可以喺西沙高 Park 呢一度見到我哋今日嘅嘉賓 Lolly Talk。Thank you， 多謝晒幾位，我哋一陣再見 ，Thank you。頭先我介紹佢哋，其實我勁想講 Good afternoon Lolly Talk，依家就係 Goodbye Lolly Talk。